你同你嘅 partner 只要用手機就可以申請商業貸款，3個步驟就可以完成申請，無需預約兼同步辦理，任何時間都可以申請。首先，你去網上申請平台登記，喺網上填表，睇清楚啲條款就可以撳確定，最快10秒鐘就有原則性批核結果，你就可以知道最高貸款金額、還款期、利息、手續費等等。只要確認貸款金額同還款期，就可以上載文件。當銀行成功批核你嘅貸款之後，你同幾個 partner 以及擔保人都會收到 SMS 指示，跟住指示 download 恒生 Business Mobile App， 各自做電子身份驗證。喺唔同時間、唔同地點，只要身處香港或內地就冇問題。做法好簡單，只需準備身份證，入返 SMS 嘅電子身份驗證編號同一次性驗證碼，核實完身份後，就拎住身份證邊緣，跟住屏幕指示，從3個唔同角度影身份證，將身份證放喺攝影框入面，唔好遮到重要資料啊！記住唔好 flip 得太快，跟住攝影框轉就可以㗎喇。自拍部分，你需要保持你嘅頭像喺攝影框入面，跟住指示做表情。然後就係 set up password， 你需要呢個 password， 最後去電子簽署貸款文件。記住提其他 partner 同擔保人做電子身份驗證啊！當大家都做完驗證，就會收到 SMS， 可以去電子簽署貸款文件啦。首先，打開個 PDF， 睇清楚你嘅貸款文件內容。其他需要簽署嘅 partner 同擔保人都會收到 SMS， 需要完成同樣嘅動作。過幾日，貸款就會直接存入你嘅指定商業戶口㗎喇。依家就到 hansen.com/bizloan 網上申請啦。如有查詢，你亦都可以聯絡21988033了解更多。借定唔借，還得到先好借。